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1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7篇，路得记第4章18到22节，马可福音第11章12到14节，20到2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如果有信心，就可以移山。这是这一段经文是马可福音11章的记载。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它整个经文的背景。这个经文背景其实是耶稣基督咒诅了一棵不结果的无花果树。许多人说，耶稣基督因为自己肚子饿，然后找不到树上有无花果，然后就咒诅这一棵树，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那这一段经文完整的来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马可福音喜欢在记载的当中穿插另一段故事，就像今天的经文一样，我们刚刚看到的是12到14节。然后就跳到20到24节，那15到19节是另外一段。这一段呢是记载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的事情，然后又再一次回到在20节到24节，回到这个耶稣咒诅的这一棵无花果树的后半段。故事的背景从文字上面来看，好像不太相关，但事实上是非常有关系的哈。我们看到圣殿当中有些人利用了人们到圣殿献祭这样的机会，他们贩售东西去交换，然后来敛财。因为耶稣说，他们说我的圣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马可福音第11章17节，在17节里面说的这个贼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讹诈人的，他不是正常的做生意。那这些人不但是我们说趁人之危在敛财，圣殿的功能也荡然无存。更糟糕的是，他们结合了当时候的圣殿里的那一些工作人员，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组织，他们私相授受，谋取自己的福利，而不是为了要服侍，不是要服侍人，或是让人更有机会亲近上帝。我们说祷告的殿他们的做法就如同那一棵无花果树一样，长满了漂漂亮亮一整棵的树绿叶，可是却不长果子。他们又把营养给全部吸光了。因此耶稣基督咒诅他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了。过了几天，门徒很讶异，看到这棵被咒诅的无花果树真的枯干了。如同发生了这2件事之后，那个祭司长、经学士们和长老们，他们来找耶稣，他们也质疑，他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并没有回答他们，反倒用问题来反问他们，让他们都哑口无言了。因为他问说，那施洗约翰的权柄是谁给的？他们不敢回答。这群人就如同帮派分子一样，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与提醒，并且开始密谋要害耶稣。我们另外也看到耶稣基督，他却这样很可爱的回答门徒们的疑惑。
他们说对上帝要有信心。耶稣对他们这样讲，那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信心？耶稣说的信心是不疑惑。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疑惑呢？其实就像旧约路德记所记载的，他们原本是没有希望，那后来因为着信心，他们回去了伯利恒，因着信心看见了希望，就是波阿斯的出现，然后就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者婚姻，然后就生了孩子，这成为他们的希望，也成了救赎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的世系下来。我们知道信心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让上帝自己去成就我们所祈求的。事实上，这一段经文，耶稣基督他引用了旧约先知的书信的话语，在耶利米书24章第1节到第10节，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是引用了耶利米先知所说的预言，谈到了无花果。耶利米先知对被掳的以色列人谈到了好的无花果还有坏的无花果的比喻。耶利米先知在预言时提到，这个好的无花果将要回到故土。经文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太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迦勒底的人地方去了，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一心要归向我。这是好的无花果。那坏的无花果，如西底家以及其他的臣仆们一样，他们必要遭受灾害。事实上，无花果特别是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他们在圣经里面所表达的就是以色列人，它是一个意表的意思。若是凭着信心依靠上帝，就有如同刚刚读的经文，归回上帝的命令，这样的人会得到应许，就是回到应许之地。若连继续的违逆上帝，追求自己的益处的话，就必遭到祸害。这是耶稣引用这段经文很清楚的，他要我们有信心，就是要回归在上帝的路上。最后，我们再一次用诗篇127篇一起来读，然后来祷告。要不是上主建造房屋，建造者的工作就都无效；要不是上主护城池，看守者守卫就都徒劳。早起晚睡，为生活整天劳碌是枉然。因为上主赐安眠给他所爱的人，儿女是上主所赏赐，子孙是他赐给我们的福分。人在年轻时所生的儿子，就像战士手中的剑，剑袋装满这种剑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他在城门口跟仇敌争辩，不致失败。恳求主赏赐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悔改向上帝，
让我们得以再一次的进入他的应许，蒙恩得救。阿们。